啲文化，咁串嚟蘇菲啲文化。不是你那个死人打法，你就是那个死人吧？我是搞臭。等陣先，打我嗰個係咪你隊友嚟嘅？咁我打佢先嘅。係啊。打你嗰個係你師傅我嚟嘅。我屌啊！我想打個約翰先。你個約翰係邊日報點啊？喂！南樓嗰度。約翰。南樓啊！喂，南樓兩件跑緊翻去。好大劑。邊個先係約翰啊？約翰嚇你有係咪圍牆嗰個啊？約翰喺圍牆嗰個啊？約翰喺圍牆。我呢個係嘛？啊！俾我打中咗一槍嗰個係咪約翰啊？打你嘅。係啊。我打約翰啦！我打約翰啦！俾人打死咗嗰個係咪蘇菲？哦，sorry，我唔記得咗 ，sorry 啊。下鋪俾你打。唔係啊，見到你咁樣衝出嚟，我有啲想打啫。約翰，不要在這裡狗叫了好嗎？約翰。狗叫約翰。你不要再狗叫。喂，唔好打我哋，淨係打約翰。唔係。見唔到我喺呢邊，我跳緊。你唔好打我哋。我去約翰嗰度，約翰喺石頭面，約翰喺度啊！係啊，打埋一鋪我唔打啦。點解啊？約翰啊！我俾人鬧緊，太低出嚟對差啊！得啦，唔使啦，我哋淨係睇佢打約翰啫嘛。約翰。係啊，喂，約明，你片我唔錄啊。我錄緊。你錄緊咁得？抽獎哥綁出嚟對槍，抽獎。哇！邊個俾人揸到殘咗？喂，月亮你幾殘啊？月亮，我好過。約翰。約翰我猜㗎嘛，約翰。我救佢，跟住月亮救你。叫你阿啲拳過嚟，阿啲一月亮一拳打落去，月亮，喂，你救佢，一拳打佢。不是哥們兒這麼菜的嗎？666菜嗎？約翰。不是你這菜啊！哎呀，打我隊友啊！約翰。不是我在救你，打我隊友。蘇菲你電油啊！蘇菲你有電油。啊，啱打埋呢次，不是沒搞，別搞我呀！你他媽真，哦 shit，仆街！啊，咁串，我綠晒面，好嘅咯，楊明，咩啊？楊明，咩啊？喂，我唔打你，你用個約翰2打2佢哋啊喂，你錄片俾我睇，2打2佢哋。約翰啦。約翰喺邊啊？約翰喺邊啊？約翰喺度，約翰喺吉格。喂，我喺窗，跑咗出去陽台。佢係陽台嗰個。我喺門口。係啊，我喺窗口，見唔見到啊？OK，我唔打你，我打約翰。唔係我擦一下傷害，你俾我打一下身。蘇皮，你俾我打下身，我擦啲傷害。打。搞掂得啦，擦咗。但我封煙拉前先。來看我，好啊！看你怎麼被我打爆嗎？打啦喂，跳緊步。點解仲唔打啊喂？又唔落啊？陽台。我係會抌雷咯，你知唔知一定抌雷？我嚟㗎喂。月亮陽台我而家我喺陽台，佢一仲喺陽台定咩啊？報點啊？唔係佢喺小紅間。出咗嚟大樓，卡緊樓梯。等先，冰頭盔個係你啊嘛？冰頭盔嗰個阿吉嚟嘅。喂，佢話唔打。係啊，佢冇打啊，佢關機啊。卡緊樓梯。去咗小房間。下面個小房間。上嗰個小房間，哎出咗去陽台。見到。我抌雷炸佢。喂呀！打錯人啦，月亮。月亮打，都有救一下。打錯 ，OK。有事。唔緊要。咁我咪唔好炸應該。喂，約翰遜咧？
喂，約翰約翰呢？約翰跳，準備跳樓。約翰冇血了，約翰你打人啊，約翰！喂，零死不來，約零死包啊，翰，你做什麼？約翰，我們正經打，我們正經打，哥們，我們正經打。阿姐你打埋我是來救你的。打埋。幹嘛呀？佢聽唔明咧。我們正經打正。哥們可以開一下麥嗎？哥們可以開一下麥嗎 Marked a location. 我邊個係佢啊？邊個？我打中嗰邊個嚟啊？好明顯，你打中咗我咯。冰頭盔嗰個係約翰。冰頭盔啊！我冰頭盔係約翰。係啊，冰頭。約翰，我們正經打，約翰，出來對賽，約翰。佢打中咗，佢打中咗槍。約翰打中咗我就一槍。退，月亮退咗。月亮退咗，咁我哋睇。要我打。你一打一，約翰，你一打一，約翰。個約翰係俾人報點啊！約翰，佢唔撈。不多的那约翰見，到。約翰，你做什麼？溜別個，阿約翰俾我連續兩槍爆頭啊！約翰。係啊，腳頭屌啊！得㗎。不白我給你個心頭，我給你個心頭盔㗎，我給你個心頭盔，你撿一下吧，哥們兒。別個啊！你唔好過嚟住。如果嘎西吧，你媽的！啊！看你看你在那邊個約翰啊？牛逼的，呢個咪約拆翰。對了的， Location. 你們都平底鍋，平底鍋，拿出你的平底鍋，哥們兒，去打他呀，哥們兒，打他，哥們哇兒，！不打就抽象了，哇！哥們兒，打了砸死了又，砸是吧？死了，輸了，打的來我認真，輸了，給我講，他輸了，輸個蛋，我認真的，講給我，啊！講給我。我給你講，好的，給你講。等我回個血，你打好藥了嗎，約翰？你藥打好了嗎？他沒有打好藥，他回個血。OK，滿藥，打，開 fight，打他，約翰，收皮啊！叫佢，你叫佢收皮啊！約翰，你做什麼？那接下來讓他失誤了，你叫佢收皮啊！好撚廢啊！除頭盔，讓他失誤了。約翰又失誤好了。撚廢啊！沒事，我相信你的。你咩一約翰劈都冇打中過我啊！一下冇打中過啊！條友我相信你的，約翰，打他。滿藥未啊？滿藥未啊？滿咗。約翰加油，約翰我傻噶！我執橡皮俾我，你唔好走啊！約翰，你唔好走啊！約翰，打我嘅獵女啊！你救啊！你救約翰，約翰，我救你一救約下。翰，約翰掛咗機，救啊！約翰哥，掛咗機。幫你打咁，屌！啊，算啦，唔使打啦，唔使退啦，阿約翰好廢啊！約翰。好睇喎。